健康的话题来关心，这阵啊天气连咪寒连咪热，真侪人一个无注意，皮肤较敏感，就直接去药局、西药房买药膏来抹。毋是一款的药膏，就会当用烫害。像讲高雄这个少年家啊，伊休寒去餐厅做散工，过了工后规个手拢发红起青毛。过年因为诊所无开，伊就先去药局、西药房买药膏来抹，结果愈抹煞愈食力，伊阵啊赶紧去皮肤科互医生看。医生就尾发觉讲，伊抹的药膏是治疗香港脚的，互医生看了到底嘛爱笑。规双手拢红光光，就亲像烫着伤共款，手指头啊嘛肿起来变甲足粗的，看到家己的手变甲安尼，互民众惊甲赶紧走去皮肤科互医生看。这个少年啊，趁休寒去餐厅做临时工，做几工了后，手向出现红疹，因为过年时啊诊所无开，伊就去药局买药膏来抹，想袂到愈抹愈严重，甲药膏摕去互皮肤科医生看，结果发现这是咧抹香港脚的。我有手给他看啊。他看，然后他就拿这条药膏给我，我就回来擦了。真侪人皮肤出问题，拢会直接买药仔来抹，但到变甲真严重啊，才会去病院。像这款的咧，医生定定拢会当拄到。他以为他的手就是一个慢性的湿疹，是慢性的富贵手。结果因为他太太之前来给我看，所以他就把他的太太的药膏拿来擦，没有来找医生拿药了。有啊，我有擦你的药啊，你给我太太开的药我拿来擦。医生提醒，这种药啊无可能治所有的病，感觉家己的镜头甲别人差不多，就摕来用，这种观念是唔对的。上好也是爱去病院，互医生看，病才袂变甲愈来愈食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